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討論一下信達生物咧1801咧喺12月8號就正式納入咗恒生指數成分股啊，咁但係股價咧由朝就跌到晚啦，股價下跌接近成7%嘅，咁市場咧都擔憂啦，佢會唔會成為下一隻嘅泡泡瑪特咁，同埋兩隻嘅走勢都有啲相同之處嘅喎。今年嘅9月8號咧，泡泡瑪特咧正式咧納入咗恒生指數咧成分股啦，咁但係咧當日咧就即刻下跌咯。股價由302蚊咧跌到咧去289蚊，咁跌幅咧超過成4%嘅。咁截至到我哋今日股價咧已經跌到去咧200蚊啦。自9月8號起咧，其實跌幅超過成33%啦。咁跌幅咧就非常之顯著啦。市場都對信達生物咧都有擔憂嘅。咁見到咧其實喺10月份咧呢隻股份咧喺大概110蚊都見頂嘅。咁之後咧都而家回落翻去85蚊左右啦。我認為納入恒生指數呢個魔咒咧喺信達生物咧就未必會出現啊。咁因為其實泡泡瑪特下跌嘅原因咧，主要係因為當時咧辣卜卜咧熱度退潮啦，咁炒價就下跌，咁令到一個利潤率咧都會受損嘅。信達生物咧1801咧最近都有7款嘅新產品咧就納入咗醫保嘅，咁將會喺2026年1月1號起咧就實施嘅。咁實屬呢一個利好嘅消息嚟嘅。基於咧納入咗醫保咧呢啲咁嘅利好消息係判斷啦，信達生物咧股價咧唔會將會大幅嘅下跌啦，預計咧就80蚊咧都會有個支持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股價啦，就分住去吸納啦。大家好啊！上一段視頻咧，我成功預測咗咧小米咧發布業績之後咧股價嘅走勢㗎。小米公布業績之後咧嗰日咧股價咧就